探長今日帶大家嚟睇呢個項目呢，係濱江區嘅錦富匯景灣啊。呢個項目雖然已經起咗有8年啦，但睇到呢成個小區保養得非常之靚仔㗎。嗱，呢一度呢係佢嘅人工湖啊，亦都係呢個小區嘅一大特色。成個小區呢都係圍繞呢個人工湖嚟興建嘅，可以睇到人工湖嘅水質呢係非常之清、非常之綠㗎嚇。大家去公園爬艇仔就爬得多啦，喺小區嘅人工湖爬艇仔有冇試過呢？錦富匯景灣嘅人工湖呢，真係大到可以爬艇仔嘅喎。呢一種設計呢，應該喺江門嚟講，亦都算係獨一份啦。人工湖嘅水呢，佢唔單單係清喎，而且個水還係好深添啊，有90公分深㗎。而且每一棟樓下呢，都有啲類似嘅小溪存在㗎嚇，所以下邊真係小橋流水，好似正嘅。業主唔單單可以喺岸邊睇呢個人工湖，而且呢湖上邊還建有呢啲咁嘅走廊，大家可以喺走廊上邊近距離欣賞湖景啊。小區呢，類似後邊呢種嘅兒童遊樂設施啦，還有呢種羅馬廣場呢，景觀係非常之多嘅，真係十步一景啊！所以小區嘅環境係唔錯嘅。終於嚟到間屋入邊啊！呢間屋呢，總共係104個平方，上下呢，總共6米層高嘅嚇，加起嚟呢，接近200平方。咁你中意做6個房又得，7個房都冇問題嘅，而且可以做到4、5個套間都可以嘅。外邊呢，就係我哋嘅主陽台啦。咁啊，主陽台呢，可以望出去呢，就冇遮冇擋嘅嚇，成個濱江區嘅靚景呢，都睇到晒㗎啦。左手邊呢，就係濱江區嘅遊樂場啊，嗱，可以睇到我哋嘅摩天輪啦，還有我哋嘅天山河嘅美景呢，都盡收眼底㗎。咁啊，睇翻間屋入邊先嚇，廳呢，足足有4.2米嘅闊度啊，南北對流啊，呢邊出去呢，就係我哋嘅廚房同埋生活陽台啦。咁啊，生活陽台呢邊呢，可以同廚房呢邊連通打通係冇問題嘅嚇。下邊呢，就係我哋嘅小區園林啦，嗱，可以睇到我哋人工湖呢，就喺下邊嚟啦。因為間屋呢，總共有6米嘅層高啊，嗱，可以睇到呢，你上邊呢，全部呢連通嘅，你可以點建房都冇問題嘅，做翻層板，而且廳呢，同樣都係可以連埋一齊嘅。嗱，呢一間房呢，直接係空中花園房啊，送一半嘅面積啊，樓下呢，望到亦都係成個濱江區嘅靚景㗎啦。咁啊，睇下其他房間先啦。嗱，呢邊呢係我哋嘅公共衛生間，旁邊呢邊呢係一間客房嚟㗎。客房嘅空間都好大嘅，放米半床係冇問題㗎嚇。對面呢就係我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有套間啊。主人房呢可以放到2米床，放完床之後呢，做一個大衣櫃係冇問題嘅。窗口望出去呢，就係濱江區嘅靚景啦。嗱，好似呢一間屋咁樣啦，總共實用面積係200平方嘅。咁啊，你想點設計都可以㗎，套間可以做到4到5個套間。咁啊，你鍾唔鍾意呢？鍾意嘅話，評論區扣1，探長發資料俾你，帶你哋實地體驗。